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尼希米记第9章第6节到15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光明。前一礼拜久，台湾的天气拢伫这个乌阴落雨的中间来度过。今仔日的天气总算讲有看到蓝天但是接下来却是大冷的天气。秋冬伫这个乌阴落雨的天气下面，总是互人感觉到讲安尼暗暗无明，因为规工拢看不到日头，而且个乌阴落雨不断安尼也亲像一个人的性命拄着苦难，无看见光日照，性命就落伫这个黑暗的中间。伫黑暗困境中的人，就亲像伫迄个北极这个永远暗暝的地区的人，因足期待着光明赶紧来到。尼希米记第9章第6节到15节，安尼记载：上主啊，只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天，天顶的天，甲天顶的万象，佮创造地，甲地上的万物，海甲海中所有的，你赏赐生命互万物，天君嘛敬拜你，你是主上帝。有竞选亚伯兰带伊出巴比伦的5年，甲伊改名叫做亚伯拉罕。你知伊对你忠实，甲你立约，应允将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吉萨加萨人的土地，互伊的后代。佮实现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你有看见阮的列祖伫埃及受苦，听见因伫红海边的哀求。你知埃及人压迫阮的列祖，你惊新热奇事攻击法老，伊的人神甲伊国内的人民，你就得到名声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你伫阮的列祖面前，甲海分开，互因对海中行大地过去。你将对入因的迄伫深海，亲像甲石头迄落大影。你是利用云条带因，暝是利用火条照光因得行的路。你降临伫西奈山，对天顶甲因讲话，赏赐因正直的命令，真实的律法，好的规例甲诫命。你互因知你安息的圣日，通过你仆人摩西用诫命、规例甲律法教示因。因枵的时，你对天赏赐美牛；因喙焦的时，你互石盘出水，佮叫因着去承接你立誓要互因的土地。上帝创造世界光体，亲像日头、星、月亮。上帝嘛是世界的光源，就亲像耶稣基督所讲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”伊当然是世界人的光芒。保罗甲初代教会基督徒讲的批信，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，提到着末日子主要过来的情景。主将来会亲像贼共款，无有通知就点点来。当然末后嘛有假先知会讲一切平安无事，但是灾厄却会忽然间来到。基督徒应当爱活伫这个日时的光明的中间。
毋通伫遐昏去咧困，毋通酒醉，着要活伫上帝的光明的中间。保罗安尼讲，兄弟姊妹，关系即个代志发生的时甲期，无需要写批互恁甲恁讲，因为恁家己知主的日子要亲像贼暗时偷偷啊来。人咧讲平安无事的时，灾难会亲像山呼水尽，会疼痛安尼共款，忽然间临到恁，无法度逃避。毋过呢，兄弟姊妹，恁毋是伫黑暗中，迄个日袂亲像贼仔忽然间来，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，是日时的人，咱毋是属伫暝时的。毋是属伫黑暗，所以咱毋通亲像其他的人伫困，着警醒，着谨慎，因为困的人拢是暗时伫困，酒醉的人拢是暗时伫醉。虽然咱是属日时的人，咱着爱谨慎，用信心、疼心做护胸加来穿，用得救的愿望做头盔来戴。上帝要安排咱受刑罚，是要互咱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。基督替咱死，是要互咱无论是死还是活，拢会当甲伊做伙活。所以，亲像恁现在安尼，着继续互相鼓励，彼此造就，着爱警醒。改变，着爱甲主同伫这个光明的中间，亲像耶稣基督也甲伊的门徒讲：，恁嘛爱正做世界的光。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上主啊，我的心神仰望你，我的上帝啊，我信靠你，毋通互我失败直到见效，毋通互我的对敌因为赢我来夸口。所有听候你帮助的人，一定袂直到见效。唯拄着见效的是遐个无缘无故背叛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，将你的道教示我，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，教示我，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我规日听候你。上主啊，求你会记得你的怜悯甲慈爱，因为你对古早就安尼对待人。求你毋通记掉我少年时的罪过甲过失。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，因为你的恩惠会记得我。因为上主良善甲正直，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，伊要用公平引带谦卑的人。用伊的道路教示谦逊的人，守伊的约甲伊的诫命的人，上主拢用慈爱甲信实来款待因。恳求主爱的主帮助阮，互阮会通警醒，并且活伫基督的光明的中间，来远离黑暗，时刻警醒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临，会通得到永生的应允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